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23日，咱做伙来读历代志下卷第35章到第36章，以及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3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历代志下卷第35章到第36章。第35章。约西亚伫耶路撒冷守搬过节，服侍上主。正月14，人民抬搬过节的羊仔，王派祭司执行因的职务，佮免令因办理上主圣殿的工作，佮对遐个圣化归上主教导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讲：恁着将圣的约柜下伫大卫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所起的圣殿内面，毋免阁扛来扛去。但恁着服侍上主恁的上帝，甲伊的子民以色列，着照以色列王大卫甲伊的囝所罗门的规定，照恁的宗族、恁的班次准备好势。恁利未人着照宗族的帮头，分组的家庭，徛伫圣殿服务恁的兄弟，着照上主通过摩西所传的话，抬搬过节的羊羔，洁净家己，为着恁的亲族准备好势。约西亚王对伊的产业提出绵羊仔甲山羊仔共3万只，牛犅3000只，互所有在场的人民做搬过节的祭物。王的大臣嘛欢喜提供祭物互人民、祭司甲利未人。管理上帝圣殿的希勒家、撒加利亚、耶歇用羊仔2600只，牛300只，互祭司做搬过节的祭物。利未人的领袖哥南雅甲伊2个兄弟示玛雅甲拿单亚，以及哈沙比雅、亚利、约沙伯用羊仔5000只，牛500只，互利未人做搬过节的祭物。安尼，服侍的代志拢准备好势。照王的命令，祭司徛伫因的位，利未人嘛照因的班次徛伫。利未人抬搬过节的羊仔，祭司对因的手接血来绣。利未人甲羊仔剥皮，将烧化祭的祭物照宗族的帮头分互人民，互因照摩西的册所写的献互上主。献牛做祭物嘛是安尼做。因照规定用火烘搬过节的羊仔，其他的祭物用鼎、盆煮了后，赶紧分互人民。以后，利未人才为家己甲祭司准备肉，因为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一直咧献烧化祭甲祭物的油到暗时。阿萨的后代负责唱歌的人，照大卫、阿萨、希曼甲王的神眷亚杜顿的规定，照因的职位徛伫。过门的守卫看守逐个门，因毋免离开因的职务，因为因的亲族利未人替因准备祭物。迄日，服侍上主的代志拢准备好势。照约西亚王的命令，守搬过节，伫上主的坛献烧化祭。迄时，在场的以色列人做伙守搬过节，阁守度假节7日。对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以来，以色列毋捌遮尔盛大守搬过节。以色列的列王嘛拢毋捌安尼守搬过节，亲像约西亚、祭司甲利未人，以及在场的犹大甲以色列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安尼守节。即便的搬过节伫约西亚做王第18年举行。约西亚修整圣殿了后，
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打幼发涅底河边的加基米斯。约西亚王出去迎战，尼哥派使者来见约西亚，讲：犹大王，我甲你有甚物关系？我今仔日来，毋是要攻击你，是要攻击甲我交战的国家。上帝命令我着赶紧做即个事，你毋通反对甲我同在的上帝，才免伊甲你毁灭。毋过，约西亚毋听上帝通过尼哥所讲的话，坚持要甲伊交战。约西亚变装来到米吉多平原，甲尼哥交战。谢钱的人谢着约西亚王，王对伊的元神讲：我受重伤啦，载我离开战场。伊的元神扶伊出迄台车，互伊坐第二台车，载伊倒去耶路撒冷，伊就死。人将伊安葬伫伊列祖的墓。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拢为着约西亚哀伤。耶利米为着约西亚做哀歌，所有唱歌的男女到今仔日还在唱这的哀歌，纪念约西亚。这个嘛真做以色列的惯例，这哀歌拢收集伫哀歌集。约西亚其他的事迹，包括伊对上主律法的忠诚，甲伊一生所做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大的王史。第36章，犹大人民伫耶路撒冷设立约西亚的囝约哈斯做王，续接伊的老爸。约哈斯继位的时23岁，伫耶路撒冷做王3月日久。埃及王伫耶路撒冷废除伊的王位，搁罚犹大国金34公斤，银3400公斤。埃及王设立约哈斯的兄哥伊利亚敬做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王，甲伊改名做约雅敬。尼哥甲约哈斯掠去埃及。约雅敬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歹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打伊，用铜链甲伊连带，甲伊掠去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搁将上主殿内的器具运去巴比伦，下伫巴比伦伊的宫内。约雅敬其他的事迹，甲伊所做可恶的事，以及人对伊的指责，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大的王史。伊的囝约雅斤续接伊做王。约雅斤继位的时18岁，伫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过10日。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过当年，尼布甲尼撒派人将伊甲上主殿内遐个宝贝的器具带到巴比伦，然后设立伊的阿叔西底家做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继位的时21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歹的事，伊无谦卑听谈先知耶利米所传达上主的话。尼布甲尼撒王捌强迫西底家记上帝咒詛对伊忠诚，毋过西底家背叛伊。西底家固执硬心，毋肯归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搁遐个祭司长甲人民麻烦大多，学外邦可恶的事，拍拉三上主伫耶路撒冷分别做成的圣殿。上主因列祖的上帝怜悯伊的子民甲伊徛起的所在，不断派使者去伊的子民遐。毋过，因取笑上帝的使者，
藐视伊诶话，举起伊诶神祗，直到上主对伊诶子民发大生气，互因无法度得到解救。所以上帝带巴比伦王来攻击因，伫圣殿用刀杀死少年人，无怜悯因诶少男甲少女、老人甲衰弱诶。上帝将因拢交伫巴比伦王诶手。巴比伦王阁将上帝殿内大小诶器具甲财宝，以及王甲遐个首领诶财宝，拢带去巴比伦。因阁烧上帝诶圣殿，拆毁耶路撒冷诶城墙，用火烧城内所有诶宫殿，毁坏宝贝诶器具。所有无互人杀死诶，拢收掠去巴比伦，做巴比伦王甲伊诶子孙诶奴隶，直到波斯国兴起。这个事地实现上主通过耶利米所讲诶话，土地要荒废，得到安息，到满70年。波斯皇帝塞罗斯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耶利米诶喙所讲诶话，感动波斯皇帝塞罗斯，互伊对全国颁布讲：波斯皇帝塞罗斯安尼讲，上主天顶诶上帝将天下万国赏赐我，佮指派我伫犹大诶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诶，通倒去。愿上主因诶上帝甲因同在。以斯拉記第1章到第3章。第1章，波斯皇帝塞罗斯元年，上主为着要实现伊通过耶利米诶喙所讲诶话，感动波斯皇帝塞罗斯，互伊对全国颁布讲：波斯皇帝塞罗斯安尼讲，上主天顶诶上帝将天下万国赏赐我，佮指派我伫犹大诶耶路撒冷，为着伊起圣殿。恁中间所有做伊子民诶，通转去犹大诶耶路撒冷，去上主以色列上帝诶圣殿。伊是伫耶路撒冷受敬拜诶上帝。愿上帝甲因同在。所有剩落来诶人，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迄所在诶人就用金、银、财米、精神帮助因，嘛为着耶路撒冷上帝诶圣殿，甘心奉献。对安尼，犹大甲便雅悯诶族长、祭司、利未人，所有受上帝感动诶人，拢准备好势，要上去耶路撒冷起造上主诶殿。因诶厝边就用银器、金、财米、精神、宝贝帮助因。另外，阁为圣殿甘心奉献。塞罗斯王嘛将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抢来，下伫伊诶神庙遐个上主殿内诶器具摕出来献因。波斯皇帝塞罗斯指派管理府库诶米提利达，将遮个器具摕出来点算，交互犹大诶首领色巴萨。因诶数目记伫下面：金盘30块，银盘1000块，刀29支，金碗30块，银碗2410块，其他诶器具1000件，金银诶器具共5400件。狩猎诶人对巴比伦上来耶路撒冷诶时，色巴萨将遮个器具拢做伙带来。第2章，以前对犹大地，互尼布甲尼撒王掠去巴比伦诶人民，现在对遐倒来耶路撒冷甲犹大，
倒去逐个人的故乡，因甲所罗巴伯、耶稣啊、尼希米、西莱亚、利莱亚、马底改、毕山、米苏巴、比格、瓦伊、李红、巴纳做伙倒来。以下是遮个倒来的以色列人民的人数：巴约的后代2172人，示法天雅的后代372人，阿拉的后代775人，巴哈摩押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约押的后代2812人，以兰的后代1254人，撒图的后代945人，撒改的后代760人，巴尼的后代642人，比拜的后代623人，阿甲的后代1222人，阿多尼干的后代666人，比格瓦伊的后代2056人，阿丁的后代454人，阿德的后代就是以西家的后代98人，比赛的后代323人，约拉的后代112人，哈顺的后代223人，吉巴尼人95人，伯利恒人123人，尼德法人56人，阿纳突人128人，阿苏马威人42人，基列亚林人、基惠拉人甲比留人共743人，拿马人甲加巴人共621人，麦马人122人，贝地利人甲爱人共223人，尼坡的后代52人，麦比人156人，另外一个以兰的后代1254人，哈林的后代320人，罗德人、哈迪人、阿那人共725人，亚利哥人345人，西那人3630人，这是耶稣亚的家亚大雅的后代973人，因麦的后代1052人，巴西何尼的后代1247人，哈林的后代1017人，利未人何达维亚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加别的后代74人，负责献死的就是阿萨的后代128人，圣殿的守卫就是沙龙、阿德、达文、阿古、哈底代甲索拜的后代共139人，圣殿的工人西哈的后代、哈索巴的后代、达巴俄的后代、基列的后代、西亚的后代、巴顿的后代、利巴拿的后代、哈加巴的后代、阿古的后代、哈加的后代、撒麦的后代、汉兰的后代、基德的后代、加哈的后代、利亚雅的后代、利顺的后代、尼格代的后代、加萨的后代、欧萨的后代、巴西亚的后代、比赛的后代、暗纳的后代、米欧灵的后代、尼波心的后代、
巴普的后代、合古巴的后代、合呼的后代、巴西律的后代、米希代的后代、哈沙的后代、巴科的后代、谢西拉的后代、达玛的后代、尼西亚的后代、哈德法的后代。所罗门的部近的后代就是索泰的后代、索菲勒的后代、比罗代的后代、亚拉的后代、达昆的后代、吉德的后代、示法天雅的后代、哈特的后代、波赫勒、哈苏巴音的后代、阿米的后代。圣殿的工人甲所罗门部近的后代共392人，对德、米拉、德、哈萨、基勒、阿顿因要上来，袂当证明因的种族世系的是毋是属以色列人的。地莱雅的后代、德比亚的后代、甲尼哥代的后代共652人。这4个后代中，找无世系的有哈巴雅的后代、哈格苏的后代、巴西莱的后代。巴西莱娶基列人巴西莱的查某囝做某，所以采用巴西莱的名。因袂当担任祭司的职分。省长甲因讲，毋通食献予上帝的祭物。天后会晓用乌林甲土明的祭司出现，才来裁决。大会会场拢总有42360人，以外还有因的南部女婢7337人，男女献死的有200人，因有马736只，驴245只，骆驼435只，牛6720只。有的族长来到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为着上帝的殿甘心奉献，要伫原来的所在重建圣殿。因照家己的能力奉献工程需要的经费，金500公斤，银2800公斤，甲祭司的礼服100束。对安尼，祭司甲利未人以及一部分的人民负责献死的圣殿的守卫甲圣殿的工人，拢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其他的以色列人住伫家己的故乡。第3章，以色列人伫家己的故乡拢安顿好势。7月，人民同心一意，聚集伫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囝耶稣亚甲伊的祭司同伴撒拉提的囝色罗巴伯甲伊的亲族，拢起来起做以色列上帝的祭坛，要照上帝重用的人摩西的律法，伫圣殿顶面献烧化祭。虽然因惊当地的居民，因犹原伫本来的所在重建祭坛，搁早暗伫迄顶面献烧化祭予上主。因嘛照律法的记载守大了节，逐日照规定的数目献烧化祭。另外，因献经常得献的烧化祭，每月初1的节，甲上主分别做成的节期的节，以及逐个人甘心献予上主的节。虽然上主的圣殿还未重建，毋过对7月初1起，因就开始献烧化祭予上主。因用银予拍石师傅甲做目师傅，搁用牛膝、酒甲油予西顿人甲泰尼人，予因将百行树对黎巴嫩用海运送到
约帕。这代志拢有得到波斯皇帝塞罗斯的许可。因到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第2年2月，撒拉铁的囝色罗巴伯、约萨达的囝耶稣亚，甲其他的祭司谈判利未人，以及所有流放倒来耶路撒冷的人，拢开始去上主的圣殿。因派20岁以上的利未人做督工。第二年，犹大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伊遐的囝甲亲族加麦甲伊的囝，以及利未人希拿达的囝甲孙甲因的亲族，拢做伙负责监督重建上帝圣殿的工程。起初师傅是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时，祭司穿礼服分喇叭，亚萨的后代利未人拍钹，拢照以色列王大毕的规定，徛地称赞上主。因有的唱，有的和，俄勒感谢上主，讲：上主至神，伊对以色列的慈爱续到永远。因称赞上主的时，众人大声喊，因为上主圣殿的地基已经下好势，有真侪祭司、利未人甲各族的族长，就是遐个捌看到以前的圣殿的老人，现在亲目看到下这间殿的地基，就大声吼。阁有真侪人因为欢喜大声喊，人民分袂清是欢呼的声，还是啼哭的声。人民大声喊的声，真远拢听会到。咱今日读的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35章到第36章，以及以斯拉记第1章到第3章。